那个大概去年摇头就开始了8、9月份了。去年8、9月份。哦，那么抽了多久？去年一直抽到现在，还是停过？停过。那么抽了多久？抽了他就就有看那个电视。持续了多久？哪个持续了多久？大约1个多月。好，哎，还是女儿那个。看你的大人都没医生说。就是去年停过了以后，就是这是第2次发，是吗？然后中间也有眨眼睛，前几天就眨眼睛是有停过的。停过多久？不知道，反正后来就慢慢的，然后就开始了。断断续续的，对吧？那么你自己能控制吗？不能完全控制。试试看，当你这样抖动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是怎么对待你的？你们怎么对待这个抽动的？那有时候叫他控制一下，那有时候嘛也会那个叫他不要抖了，然后也会喊一两声。凶吗？凶。他有时候就是说了1、2句没敢用，他就凶了。我说你自己想要去动啊，还是自己控制不了去动啊？我也会这样子问他。他说不要说了，别抽到，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下。当妈妈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不想他，反感他这样做。当你抽动的时候，你希望妈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？温柔劝说做出正确示范。听到了吧？你呢这样的心是好的，出发点好的，教育的方法是变本加厉，加速了他的抽动。这句话你同意吗？妈妈怕吗？除了他凶恶发疯的时候有点害怕，因为他啥都能带得出来。啥？有时候就吓唬他，就在那里。你那就吓唬他，还拿东西打，然后还闹着离家出走。哇塞，你们母女俩经常会争吵吗？他有时候也很凶，脾气很暴躁，很凶。但大部分是稳定的。你什么时候容易发火暴躁？肯定是生气了。就比如一句话在旁边说了又说，说了又说的。还有就是他先生气了，他都生气了，那我还在这忍什么？对，跟你老有关系了，这叫慢性抽动障碍。